口语翻手语测验。题目：国民法官法。国立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公布调查，有将近80%的民众不相信法院能够公正的审判。许多法律专家建议可以学习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让人民有机会参与法院的审判。台湾也持续讨论调整法院的制度，希望能提升人民对法院的信任度。立法院在109年7月22日三读通过国民法官法，109年8月12日总统公布施行。以后如果是最轻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或是故意犯罪导致他人死亡，都可以选聘6位国民法官跟3位职业法官共同审判案件。要被选为国民法官的条件包括：1. 需年满23岁； 2. 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3. 在法院辖区居住4个月以上。但是，如果自己有犯罪，智能不足，是律师、法官、警察或政府官员，或是没有念到高中毕业等等，都不能被选为国民法官。国民法官跟美国的陪审团有什么差别呢？首先，台湾的国民法官是跟职业法官共同审理案件，以投票的方式共同决定是否有罪。只要2/3以上认为有罪，法院就判决有罪。美国的陪审团呢，必须每一个陪审员都一致认为有罪，法官才能判有罪。第二，有罪的被告应该关多久，也是由国民法官跟法官共同决定。美国的陪审团只能决定是否有罪，应该要关多久，全部是由法官来决定。新的国民法官制度可以让不懂法律的一般人民有机会参与法院的审判，了解法院的审理程序，审理过程中采纳了一般人民的生活经验，让法院的判决结果可以更贴近人民的期待。